我一看，哦，这灵堂安尼足专业的。你来看呀，先人的相片伫头前，上香了了，结果行讲歹势啊，变错日啊。楼梯头迄下骹遐就是啊，我咧行入去，一行入多一楼半身多一个人行落来，我着行入看，我那甲相片一模一样。你笑，那阮这做丧的吼，这白贴啊吼，安那去甲大拜拜吼，安那下愿拢唔对啦。那保庇咱生理好，啊，足侪人拢无去安尼，对唔？啊，那生理歹，咱嘛艰苦。啊，尤其啊，咱咧买艺啦，一般哦，人感觉讲啊，咱今年业绩吼2亿无，咱明年哦破5亿啊无，你嘛袂用讲，好啥？啊，规片拢无人啊，啊，规砖头拢无啊，袂使安尼啦，哦，迄足艰苦的。所以哦，我今日要甲你来分享一下哦，我用要哭出来，啊，家属用要笑出来，是安尼啦。有一摆吼，我拄好要甲这公司的同事摕一份资料啦，爱讲伊拄伫松家遐啦。我安尼无要紧，顺路我拄过来就好。我车去到遐的时阵哦，落去咱礼貌上一定爱共吼点正香共念香一下。啊，家属调来时候，我一看，哦，这灵堂安尼足专业的。你来看呀，先人的相片伫头前，倒边正边正的领导干啊，你知无？搁大尊的咧，吼，面顶个写“金堂接应西方路，玉露随行极乐天”呐。你看偌庄严。上香了了。结果行讲歹势啊，变错日啊！楼梯头迄下骹遐就是啊，我咧行入去，一行入多一楼半身多一个人行落来，我着行入看，我那甲相片一模一样。我错是，结果伊行了，我甲他点头，我嘛要甲伊点，但是我头无法度点啊，已经顶去啊，你知无？结果行了行出了，行入变错了，我门关起来，好佳哉，我拄则若无，我若闪出来的时阵哦，我真正见笑，嘛无裤好换你啦。结果骹手洗好了，我行出来。坐落来，安尼家属就讲后壁要安怎处理嘛？我迄个是谁哈？结果伊咧家属的因囝，你讲穿乌迄咯？伊莫讲穿乌我袂惊，伊讲穿乌我才会惊。敢若别墅，敢若我看到呢，伊无看到。我讲毋是啦，穿个普的啦。我若接啦，原来因阿接甲因老爸哦，两个是相生啊啦。你有即款代志，你嘛较早讲咧。害我咧惊一个7/3劈走2劈啦，但是这拢无重要，重要是啥？需要我会跟你斗3工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谢谢各位，我是白云啊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善呐。拄啊好，我是对台中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Talk 秀台语啦。我拄啊好甲大家分享阮台中的特色。我感觉阮台中人足奇怪的，阮伫台中充满着怀疑甲无信任。是安怎讲咧？因为我甲台中人讲一件代志的时阵，伊拢会甲你先回讲，真诶也是假的。有一届我甲我朋友开讲，我甲讲，兄弟，我昨拢无困的。伊甲我回讲，真诶也是假啊，啥拢无困。因为我咧甲阮女朋友开讲啦，真诶也是假啊，是安怎会使开讲遮久啊？即摆5点啊呢，真诶也是假啊，5点啊，你头壳歹去5点，有啥物真诶也假？5点就是5点，我有女朋友，真个代志较是假的啦。我感觉伊足奇怪的。过来，真正是台中人，我久啊，我嘛变甲台中人共款，我嘛最爱怀疑别人的。一届阮台北的朋友来找我，伫路下看到车祸，甲我分享，海生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拄仔看到台中啊2架车烧了，真正假啦！你看到2架车烧了哦，结果2个驾驶哦，提枪落来要冤家呢。无，这就真诶啊！台中就安尼啊，台中就有配枪，这就是正常诶。阮台中就是遮尔啊特别、遮尔啊高水诶所在。阮台中上厉害就是阮诶东泉咸椒酱。嘿，我讲阮食面爱配东泉咸椒酱，阮食肉泡诶时阵嘛爱配东泉咸椒酱。阮食太阳饼诶时阵，毋对。阮无食太阳饼，太阳饼是咧骗你一寡台北爽诶啦。你咧讲啥呢？靠礼貌咧！有一届啊，阮女朋友问我讲，海生啊，我甲恁母啊落去海底，你要先救谁啊？我甲回讲，我看你甲阮母啊像有东泉咸椒酱啊。然后阮女朋友甲我回，真正是假啦！谢大家，我是海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婉。你知影无？今仔日我本来按算要开记者会。为啥要开记者会咧？我有够委屈的啦！我知影，我已经睡到无朋友，我嘛睡到连亲情拢走了了啊！我佫无够委屈吗？一直要甲我逼到什么程度？我从来唔知影，原来生做伤水，嘛是这种罪过呢。是安怎讲咧？我甲大家讲，
我吼，逐工啦，规工的一寡吼网络上的酸酸来甲me呛声讲，你迄裤面吼，毋知煮偌济物件，敢若迄个面包超人呢？恁爸母敢是知你？啊，搁来就讲吼，你莫搁讲你拢袂老啦，你绝对吼自东自西。拜托诶，我讲800届啊！我吼即箍面，伫咧阮老母诶腹肚内底，伫咧55年前，老爸就煮好势啊，嘛做好势啊。你到底是要讲偌济届？我家己就去讲，我有当时啊吼，嘛毋知影讲哦，讲袂顺车。比如讲哦，有个人吼叫一个你就知影，比就知影啊，吼，迄面吼煮甲吼甜酷酷，啊吼，迄面吼煮甲敢若干神咧。啊！你看就知影已经舞过啊嘛，啊，搁来，无就是吼，迄瘦干仔厚啊，迄胸坎够老后啊，迄嘛足奇怪，啊，你奇怪，啊，甲问伊足冤枉的呢，伊讲吼，我吼前一阵啊，直直肥，直直肥，直直肥，后来直直瘦，直直瘦，直直瘦，结果打这两丸哦，无叮当啦，吼，啊嘛足奇怪。啊，莫讲别人的两丸啦，吼，老实讲吼，莫讲有影话，讲我家己这两丸，差不多20几年前啦。讲吼，我这两丸吼，叫做吼冠军商业会气死翁婿。结果我直直等嘛，无气死伊啊，吼。啊，20年了后，讲我吼，我本人变成贵夫人啦，讲这是贵夫人的面相。拜托的话拢是恁咧讲的，啊，敢听会落去？我讲足简单的，要真还是假？最简单的，生一个囡仔，然后呢，无生爸嘛，无生母，生厝边，你就知影讲啊，这动骹手啊，感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水夫，我是前洗衫店的第3代。讲到第3代吼，大家可能想讲阮兜介好呀啦，但是我自细汉会晓的只有洗衫、熨衫、介流尔。虽然讲吼，阮阿公阿嬷传我足侪物件，不过遐物件是啥咧？是人客遐来洗，叫我啃几啊十年无来摕衫啦。尤其安怎你知无？遐个衫吼，唔但我无法度穿，甚至阁无收到钱。问你一个问题，若是你会袂爽无？会无？会。所以啊吼，在座的朋友啊，若是你想想到你的衫伫洗衫店袂记得摕吼，等一下咱录影结束，啊，搁有一寡时间，麻烦咧去遐一下衫咧吼。所以人正讲的第3代是啥？财富自由，写字啊，无提无差。啊，阮这第3代是啥？是看到人就爱写字啊，拜托孙哥，你紧来摕衫啦哦。啊，讲到洗衫哦，其实这个故事会使甲大家分享的。哦。有一摆，一对翁仔某因斗阵摕衫来洗，结果咧过一阵仔了后，讲因翁来。哦。我原本啊，佫是讲这是一个足大心的故事，可能因某无赢啦。哦。结果煞毋知这是一个悲伤的开始。啊，什么？因翁就甲我讲啦，阮离婚啊啦。啊。我刚才要遐我的衫。安尼？我规个煲甲因翁啊，毋是，是因前翁。一领你的，一领伊的，一领你的，一领伊的。你敢有看过人开洗衫店，搁会兼开法院，做法官当分财产的？哎呦！我啦，未来若是你有啥问题，欢迎来阮洗衫店找我。但是我讲的是衫的问题，不是爱情哦。感谢大家，我是水虎。哇！